下班那啥，刚刚就那些人拿来下班那个的话，熊啥话这个，俺的忙不要下来往面吧。我听说是屯村那，我听着前的，农村开全部小几来下，你到这把你特别讲开全部的，你到农村那，俺的身边团的了，俺的每个那把你那把那么的，俺的别其他的吃完那把那些钱的，俺的说是样白老交钱，是吧？说是白老交钱，俺那熊全部就是把这钱村里马家把钱，俺那用就是一家长第一个了，俺那光把它少，俺那这些这些看的凶多，那些人不能看的凶多，我们俺那对他们其中看的凶多，俺那从这种给带钱，俺那讲这他个光把联系的，现在呢开全部这些是吧？俺那做农村些的，俺那边带着退休做不多，可是俺。台湾的700人，台湾的亲戚干嘛还带学问，马上做了带开门的是，台湾的亲戚干了，台湾个初级去做的了，长安那些人不听见也把家长就是这样个做，是吧？感觉你当马上做，开始有的去当，是吧？俺就广播节目台了，长安那些人不听见也把家长教我也是，我们工作俺做也是的，也浪钱，俺那那些人不听说，没给。告诉的，他就有讲给，这把早晚的时候，就把早晚的时候，就把说呢，这把些别，就把结果写看到这个，结果一就讲啊，就看到是也浪钱多少，也浪钱俺有啥子多少，我听得多是吧？我听意思怎么？他告诉的，脚不修几多，俺的对这样，他讲俺多少，刚上对他马叫嘛说的，过年马前就讲了，台上的长个家把了，一写就把多少。俺呢，我就把甚至出把教授，我都讲搞书把教授，我俺呢这样天天让些教不多，别没事也不多，人上俺做打电视全部去的，俺呢打退休前呐，别狂不着吧，